日玩得開唔開心啊？開心！咦，究竟佢哋去咗邊度玩咁開心啊？歡迎嚟到最愛出行 My Favourite Trip 嘅頻道，我係小明。早幾日帶咗婷婷同埋佢兩個女去咗室內遊樂場玩啊！邊度嚟噶？就係華強北嘅呢間玩美攻略啊！今次終於有機會過嚟玩啦，有得玩冇話小朋友啊，連我都覺得興奮啊！買飛入場之前擺低啲行裝去攞架先啦。啲儲物櫃場內外都有嘅，可以免費使用。呢度一張門票可以俾你玩足12個鐘頭，大人就268，小童咧就168。假期嘅話，大人會貴30蚊嘅。又留意翻啦，小朋友如果唔夠1.3米嘅話咧，就唔可以玩卡丁車同埋射箭嘅。下晝2點至8點咧就會派啲代幣俾我哋夾公仔，小朋友可以多10個代幣添。帶好手環，我哋就準備入去玩啊！個手環就全日有用嘅，咁可以自由出入。成個遊樂場咧總共有3層，合共成10萬尺嘅，係一個超大型嘅室內娛樂中心。真係有排玩啦！淨係1樓呢邊都見到好多嘅遊樂設施啊！我哋就由1樓開始玩起啦。1樓咧好多款賽車遊戲啊！唔好以為全部差唔多，其實玩法各有不同噶，啱晒中意鬥車嘅朋友仔。超犀利啦！賽車都咁多款，真係有排玩有排鬥啦。唔止㗎，鬥完賽車仲可以過嚟賽馬添啊！我上咗馬背之後真係好有真實感啊！1樓啲活動咧比較有動感啲嘅，啱晒咧比較好動嘅小朋友喺度放電啊！跳舞機呢度至少都有3款啊，可以慢慢喺度挑戰下啦。啲小朋友跳紮冇時停嘅話，家長可以帶佢哋咧挑戰下呢個格仔大戰啊！可以考到佢哋反應啦，亦都可以培養到佢哋嘅團隊精神。我玩咗幾個回合之後都索晒氣啊，真係好有運動量啊！考眼界、考反應呢，呢度有2款咧射擊遊戲，都幾啱家長指導下小朋友玩噶。同小朋友一齊笑一齊玩，增進親子關係冇難度啊！1樓咧仲有好多部街機啊，簡直係我哋大朋友嘅童年回憶啊！好似啲太古遊戲啊，平時我香港啲遊戲機中心啦，得閒都會玩下噶。呢邊仲有個影院啊，呢個 5D 劇場咧真係冇錯過啦！坐喺度可以感受到震動啊、風吹啊，甚至乎噴水啊，真實感真係超強。想玩真實感再強啲嘅話，真係要玩下呢個 VR 劇場啊！呢度有10幾款嘅劇本可以揀啦。我帶翻個 VR 眼罩啦，上呢個暗黑戰車，沉浸式咁去感受下呢個劇本嘅推進啊，非常之過癮噶。所以我哋都排咗2-3轉，試下唔同嘅劇本啊。玩完1樓呢，2個女都成頭大汗啦。上到嚟2樓呢，啲活動都會較為文靜翻少少噶啦。我一上到嚟就見到個射箭區啦，好考專注力噶。不過唔夠高嘅小朋友呢，就唔可以玩。要考專注力呢，有好多嘢玩嘅，譬如喺呢個棋藝房入邊捉棋啦，有好多款嘅棋啦，可以同 AI 機械人咧對戰嘅。同 AI 捉棋都幾特別嘅，又可以教翻唔同嘅難度啦。比起平時咧喺手機嗰度玩啦，更加有真實感啊！除咗捉棋，仲可以打牌添啊！呢個電子棋牌區都好受歡迎嘅。一張台已經可以囊括咗好多唔同遊戲噶啦，方便得嚟又唔會太嘈。2樓嘅活動仲有好多啊，可以篤波啦，又有得唱 K 啦，個唱 K 亭仲要幾闊落添。仲有好多個位置可以玩電視遊戲，嗰啲 Switch 啊同埋 PS5 啲遊戲咧，任玩唔嬲啊！2樓呢邊仲可以碌拎同溜冰啊！平時可能要去2個唔同地方先做到嘅嘢，過嚟玩美攻略呢邊咧就可以一次過進行。碌拎同溜冰咧都有專屬嘅鞋要換嘅。溜冰咧就要換晒成套安全裝備先可以落場噶。穿咗啲防護裝備啊，啲職員都會幫手協助噶。原來婷婷2個女咧喺香港都好中意玩溜冰啊，所以一啲都唔驚，仲玩得好開心添。如果比較文靜少少嘅小朋友，應該會中意呢個 DIY 手作區啊。呢度可以俾家長同小朋友有個機會啦，做翻啲紀念品帶翻屋企。
首先呢度有個陶瓷工房啊，呢度有晒材料，有晒工具啊，可以喺呢度慢慢手捏啲陶泥啦，做一個自己中意嘅碗啊或者杯。做好吹乾咗之後呢，仲可以上埋色，咁就可以帶走翻屋企噶啦。之後呢邊仲有個畫室啊，憑住手帶免費呢一幅油畫。油畫背後已經有晒顏料噶啦，喺度即時作畫又得，攞翻屋企慢慢畫都得。畫完之後唔帶翻屋企擺喺度俾大家觀賞呢，都仲得啊！我最後仲可以喺度咧穿翻條豬仔手鏈啊，揀翻10幾粒中意嘅豬仔，穿好之後又可以免費帶走嘅。台頭仲有串珠嘅製作方法啦，非常之簡單，小朋友都識穿啊！頭2層已經好多嘢玩噶啦，3樓原來仲有好多精彩活動啊！我覺得仲幾啱大人玩添，可以一班朋友上嚟掟下標，又有真實嘅 BB 彈射擊，仲有籃球機啊，啱晒我玩啊！轉角位仲有呢個 VR 槍戰體驗啊，啱一家大細玩嘅，點少得碰碰車啊！齊齊揸車互撞，係一個經典嘅親子項目啊！卡丁車都係呢個場咧最受歡迎嘅活動啦。雖然啲車速唔會太快，但係都要聽從咧工作人員嘅指示啦，做好足晒安全措施咧先俾出車噶。夠高咧就玩得噶啦 ，Ready Go！上咗卡丁車嘅大家都英姿颯颯喎，喺度可以一嘗揸車嘅樂趣啊！亦都可以嘗試埋打 War Game 嘅樂趣添啊！呢個場夠大啊，可以俾大家分組玩真人 CS。佩戴好裝備咧就可以衝鋒陷陣噶啦，多啲朋友一齊過嚟玩咧仲刺激啊！呢間玩美攻略咧真係超多遊戲項目玩啊！除咗多 VR 同埋電子項目啦，另外實體遊戲都佔咗唔少。都可以斷定啦，就係我喺深圳玩過最好玩、最多嘢玩嘅室內遊樂場。定時定候我哋仲有主題公仔咧出嚟同大家互動啊，派糖啦、派氣球俾小朋友，營造到非常之歡樂嘅氣氛啊！呢個換美攻略咧就喺華強北嘅世紀匯商場入邊嘅。商場其實都幾大幾多嘢行噶，玩到咁上下可以去翻佢哋商場嘅 B1 嗰層啦，有條食街啊，可以喺度咧食翻少少嘢，唞唞再玩啦。總之一張門票可以俾大家朝10晚10玩足12個鐘頭，憑住手帶自出自入，非常之方便嘅。我入場嗰陣仲講咗啦，有代幣送俾我哋夾公仔嘅。1樓咧有幾十部嘅夾公仔機，中意嘅話夾完就可以拎走啦。佢哋啲公仔機咧其實有補夾制度嘅，所以咧都算幾易夾到噶。大家做家長嘅一定明白啦。公仔隨時可以買，但係點都及唔上夾到嗰種快樂啊！好容易就氹到小朋友開心啦。呢個夾到啲公仔咧，仲可以當分數喎。可以喺櫃台嗰邊咧換更加大嘅公仔啦，或者其他獎品。有時有啲朋友屋企啦，其實都幾多公仔噶啦。用啲公仔嚟換翻自己中意嘅飾物啊，或者係玩具啊，都幾好噶。今日玩咗大半日啦，唔止小朋友啊，我都覺得好攰啊。湊仔女原來真係唔簡單嘅，不過最緊要小朋友玩得開心。今日玩得開唔開心啊？開心。好開心啊 ！Give me five 喎，耶耶耶耶！呢間換美攻略咧就喺地鐵1號線嘅華強路站嘅，福田口岸過嚟咧會展中心站都可以轉到1號線嘅。到咗華強路站，我哋喺 B 出口呢邊出啦，就已經可以直通到去世紀匯商場嘅 B2嗰層噶啦。我哋要上翻2層去翻地面1樓。換美攻略咧就喺1樓至3樓嘅，總共3層。大把嘢玩，啱晒親子啊、情侶啊，甚至公司搞活動啊。有假期嘅話就可以過嚟玩下，我就非常之推介嘅。今集嘅介紹係咁多，再有咩潮玩活動咧，再同大家拍片分享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